其实我觉得回乡是一件意外。然后你怎么也不会想说，其实就是最后我会走上农业这条路。我想每一个要继承家业的孩子都一样，在你成长的过程之中，你会想方设法的离开你的原生地，去一个别的地方去创造属于自己的梦想。阿公就说不行啊，家里有茶园啊，会荒废掉啊。他就说很怕，只有做到我爸爸，我不见得会回来做的。我觉得我已经没有办法很清楚的判断那个时间的流转。然后我就开始觉得说不行，我想要回到我家去。我刚好前一个工作结束以后，我先生说，不然换个环境。然后我说换个环境要换哪里？他说换去美浓啊。我喜欢关西是因为这里很有人情味，像你这样走在街上，就会很多邻居啊什么跟你打招呼啊 ，say hello 哦。为什么会想要回来接？因为这是我觉得是台湾的文化。如果不接，可能就没了。然后最重要是想说，这个传统技艺没有传承下去，就没了。大家就想，爸爸年纪也有了，因为又只有我一个人嘛。对啊，然后我想说，好，那不然就回来做看看。因为主要父母也比较年迈了，然后我又非常热爱户外运动，像潜水啊、登山各方面的活动。那开始就思考说，未来的生活要怎么样的形式去呈现啊？要不要接一下妈妈的棒子啊？走园艺这一行啊，就是可能接三芙蓉啊，然后就是继续让它延续嘛。一方面他可能也不希望我跟他一样做的这么辛苦。那农村呢，说真的，你要找年轻有活力的人也不多了，所以那时候我就跟爸爸说，不然我来承接看看。我为了要回来照顾老人家，那当然我是觉得这个养鹿啊，这个鹿茸这个东西很好，要放弃也是很可惜。是我回美浓之后，我第一个改造的房间，因为主要是因为最有感情的嘛。其实我会回乡回到自己的家乡，其实最主要就是因为这间老房子。你看到他们手足无措的样子，你会认为说我们必须出来承担。我觉得想回到故乡，奉献一些我们年轻时候所学的一些专长跟技能。其实该是回乡的时候了，因为你必须要为农村注入一些新的活力。我个人屏东的小孩到台北去10年了，我会觉得，我如果继续这样下去，我会觉得第一个好像没有根的感觉。那第二个，我会觉得希望可以回到家乡，跟家里住在一起。我不回来陪他们，大概没有人可以回来陪他们。回乡的过程当中，多多少少都会遇到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。其实最大的困难是与人相处，这个才是对我来讲是最大的困难，也是最考验我的。起步期到平稳期之前的那一段爬坡的阶段，那个其实都是最辛苦的。拄开始休息落去时节啦，种那番薯知吧？过路的人家全部种下，全部种起来啦。叫他讲。你做干嘛个东西？干嘛个看得起嘛？然后当然是万事起头难啦，因为都不懂的情形之下，就是很难去邀请说这些亲朋好友来响应。那老人家会觉得说，这颜色怎么看啊？地板不是就是要白色瓷砖吗？光地板全部换掉，我爸爸就气得要命了。可能父亲的变化就比较看不懂啊，对，不了解，就觉得说你做没有事啊。我就是一直做，就是希望妈妈能够肯定我。他们会一直观察你，到了有一个程度的时候，他就会相信你。你说没有怨言是骗人的啦，但是到后面想想还好，有学习到这些东西还不错，至少这东西有传承下来。我是一个客家人，我就是有不服输的精神。好，你越笑我，我又要做好。我们在哪里跌倒，在哪里爬起来，不会想放弃。我既然想做，就一直坚持下去，不管到什么成果。因为我觉得客家人沉睡太久了，客家人的东西这么的好，那却常常被边缘化。
对，所以我觉得偏乡最缺的其实不是钱，是人。你会发现整个大环境是不欢迎年轻人回来的。那这个不欢迎的很重要的其中一个因素就是没有就业机会。我们总是希望说，以后年纪大了，好像这个地方生存不下去，我们又必须往外移，那地方的文化就慢慢的丧失掉。我觉得很可惜，就是你会失去一个什么故乡的概念。要如何有好的诱因，让年轻人看到他的未来跟希望，然后用各种的一个方法来触动这些年轻人来返乡，把产业跟社区组合起来，成为一个活生生的文化馆。那我们是希望让青农回来，但是青农回来，我们拿什么东西给他们？你觉得要给你的小朋友以后是种槟榔还是种巧克力，他们会比较想要回来？当年轻回来的时候，他会改变两个现象：我们的年轻小孩子才有人去教育跟抚养，我们的老人家才有人照顾。年轻人回来，他比较有活力啊，也比较有一些创新的东西出来。当初我们回来的时候，其实被很多的前辈的提携，所以我们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减少了很多挫折。我们只是默默的窝在这个山里面，然后默默的去做好这件事，但是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啦。但是我所看到的好课是对于在地的人、刚新来的人一种热情好客。我们希望透过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，再把六龟的龙井再找回来，这样子。对，这其实是我们这群年轻人回来最大的一个目的，这样。就是刻苦耐劳的一个个性，在我们客家妇女的身上真的是表露无遗。所以我也希望说能够学习他们这样的精神。那回来之外的话呢，我很想把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老聚落，我从小生产的一个地方北埔这样子一个小乡镇分享出去。我们需要好的品质的时候，相对我们就要关心回归农田这一段。我是希望说可以培养人才，如果有跟我们一样的坚持跟理念，我们都很愿意的教他们，然后让他们在每个地方开枝散叶。我就觉得在家乡生活就是应该要有一个责任在，就是说应该要去把它维护，不只是维护给我自己，也是维护给下一代。然后在这家故乡上班啊，在很幸福的一件事情。我们大家彼此解决彼此的问题，彼此互相照顾，我觉得这就是归属感、家人的感觉。我觉得讲到获得的话，应该是我太太刚刚讲家人凝聚力，我得到更多的时间跟家人相处。我觉得很幸福，是他陪我长大，然后但我有机会可以陪他一起老。我们都要做一个能够长久、持续、认真做一件事的人，对不对？不管你有没有赚到钱，做有意义的事，那个是最重要的。唯有在地才能国际嘛。我觉得路走对了，你就不要怕遥远。客家菜是在记忆当中，就是妈妈的味道。你走了世界再远，你会怀念那个味道。觉得儿子的表现你满意吗？满意。什么地方最满意？他自己有他自己的想法。你也准了呀？难道你左盼右放什么？有了。